后来继续要来讲，有真侪青少年第一届接触到粉品，拢是朋友同学的影响。即卖学校咧很热，有家长发现讲，要咧读高中的后生，竟然甲人咧搏迄个电子烟，佮讲同学拢安尼做，这是互爸爸妈妈真担心。原来即卖有真侪电商的平台，拢用糖啊啦、茶包等等的代号来包装这个电子烟。青少年只要落订单，就会当到超商去提货，真方便。不过医生来提醒，这种烟品的尼古丁含量不止啊悬，对青少年脑部的发育会造成伤害。网络顶牌顶面有真侪色彩真水的糖仔饼的这相片，有各种口味的，看起来敢若是你卖糖仔的，不过其实拢是电子烟。这是新型大货卖烟的方法。伫休热期间，有真侪青少年上网络伫买。他觉得电子烟只是雾化而已，没有关系，而且味道香香的，很快就散去。都是利用果冻啊、贴纸、潮贴的一些包装去吸引学生。只要有民众检举，还有我们网络上监控到的，我们都会送到电商平台，请他们马上下架，也送请各地方卫生局呢去进行稽查。家长发现讲，未成年的囡仔就是透过这款的管道买到的。其实，依照现行烟害防治法，青少年伫网络顶面买电子烟、加热烟，对使伫超商提货拢无得管。业者又走伫法律普适的地带，加上电子烟吸起来无纸烟的臭味，又阁有水果的香气，有真个青少年介意。不过医生讲，你唔通当作讲这只是精油，内面的尼古丁是纸烟的几啊倍。他并不知道这些香精其实呢并不符合所以吸入的等级青少年脑部发育还没有完成。那你如果太早使用尼古丁的话，成瘾的话，尼古丁会影响脑部的发育。卫福部伫5月29日告要修正烟害防治法。要将电子烟甲加热烟纳入管制，不过即马还未修法，家长希望讲爱赶紧修，避免讲互遮个囡仔互烟去害着。